睇片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 啦。上集講到我哋喺米子玩完未睇嘅可以去睇咗先，而家就嚟一個大長征，揸2個半鐘頭車一嘢鏟落去基路。正常嚟講應該係鳥取米子從江出運再落返去山口廣島尾道江山再去基路咁樣玩嘅，但我之前已經玩過其他地方，所以就直接由米子鏟落去。咁去得基路嘅原因呢，都係得一個，就係睇埋最後一個國寶吳城基路城。揸車去基路城可以選擇泊喺基山停車場。我覺得收費都算幾公道，3個鐘內都係600 yen，以熱門旅遊景點嚟講真係好平。泊完車經過動物園門口再向前行，大概7分鐘就會到達基路城嘅門口。基本上唔會行錯路，因為沿途都有大量嘅指示牌教你點樣行。去到買飛嘅隔離有個管理事務所，咁嗰度就有個100名成印。吸完印之後就買飛入場，我嗰陣時就咁啱未加價，仲係1000 yen。而我已經知道而家遊客係要2500 yen 入場，就算係咁我都覺得好值得去一次。買完飛之後跟住去天守嘅指示方向行就唔會錯，指示非常清晰。基路城因為外表潔白優雅，被稱為白鹿城。佢係日本現存保存最完整嘅城堡之一，亦係第一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嘅日本古蹟。基路城之所以咁珍貴，其中一個原因係佢成功避過多次歷史破壞。大天守總共有6層，加上一個地下層，下層稱為乙床，主要用嚟儲存糧食、鹽同武器，亦有井可以供水，確保被圍城嘅時候可以長期防守。第一層係全個天守入邊最大嘅空間，主要係戰鬥核心區域，四周設有大量鐵爆盒間同埋刺盒間，方便士兵進行射擊防禦。同時亦設有石落裝置，可以由上方向敵人投擲石頭或者熱水，係最前線嘅防禦位置。第2層主要係武器庫同士兵集結區，呢一層會存放兵器，同時預備部隊隨時支援一樓戰鬥。第3層開始轉為內部運作同防禦結合嘅空間，呢一層設有內室，同時仍然保留防禦設計，例如合間空間，確保即使敵人突破低層，仍然可以繼續抵抗。第4層主要功能係觀察同防守。第5層係結構上重要嘅一層，會見到主要支柱，例如東大柱同西大柱，支撐整個天守重量。呢層亦係較高級嘅指揮空間。最後第6層即係最頂嗰層，呢度設有神社，供奉刑部神，屬於精神晉升多過軍事用途。同時亦係全個城最高點，可以俯瞰整個基路市。基路城除咗大天守之外，仲有3個小天守，分別係東小天守、西小天守同江小天守，全部透過道路連接，形成一個完整防禦網。小天守唔只係裝飾，而係有實際戰鬥用途。佢哋分布喺唔同位置，可以從多角度監察敵人，同時互相支援。當敵人攻入城內時，小天守可以形成交叉火力，加上盒間同石落設計，大大提升防守能力。簡單講，小天守就係基路城嘅副防線核心，就算主天守受攻擊，防禦系統仍然可以運作。睇完大天守同細天守就可以落返去影相。呢座就係我哋最後嘅國寶5城，雖然係最多人嘅一座，但總算喺度完咗一個制霸國寶5城嘅夢。喺城嘅外面仲有得睇啲其他城堡嘅嘢，例如呢啲水井。頭先入面地下層都有，但太黑真係影唔到。仲會有唔同時代嘅府，都可以睇到有明顯嘅分別。離開之前仲可以去埋基路神社，主要供奉守護地方同城堡嘅神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長期被視為基路一帶嘅信仰中心。過去武將同居民都會喺出征或者重大事件前嚟到呢度祈求平安同勝利。神社環境寧靜，氣氛同熱鬧嘅基路城形成強烈嘅對比，可以感受到另一種日本文化。簡單講，基路神社唔止係宗教場所，更加係守護基路城歷史同精神嘅重要存在。好快咁行完基路城之後就食咗個快飯，然後極速飛埋去神戶。由基路揸車過去神戶都差唔多要1個鐘，到達之後就即刻去酒店 check in 先。今次就住咗喺 Hotel Casabella Inn， 價錢就係12,906 yen 3個人。咁我覺得呢間酒店整體嚟講都算係幾好嘅，有好大個位去晾衫，有雪櫃、電視機、熱水壺同埋最重要嘅放濕機。床與床之間都有好多位，仲要有個梳妝嘅位置。
浴室就係正常商務酒店咁，都有自家嘅洗頭水、沖涼液同護髮素。但我阿媽就話個冷氣有啲味。放低行李之後就去南京丁，嗰時做資料搜集就發現有天人茗茶。去咗英國之後真係好耐冇飲啦，但要飲珍珠奶茶就要去隔離街嘅天福茗茶。佢款式都有好多，除咗珍珠奶茶之外，仲有水果茶同埋甜品。咁我哋就買咗2杯飲下。首先第一杯就係普洱珍珠奶茶，呢杯茶味就唔係幾出，有少少失望。而第二杯就係烏龍珍珠奶茶，個味就幾濃郁，茶味香啲。飲完之後就喺南京丁兜咗個圈，發覺除咗啲包之外，大部分都係做外國人生意嘅燒肉串鋪，所以就冇乜興趣。影下啲門牌同埋呢個涼亭之後就去揾嘢食啦。我哋就揾咗間塔比攞到有3.29分嘅神戶牛店黑閘。咁我哋冇 book 位都好好彩可以有位食。入到去就見到全部都係神戶牛嘅牌，同埋間鋪係好多外國人食嘅。店員都好落力 sell 佢哋最貴嘅牛俾你，但我哋就冇咁嘅財力去食啦。所以就揀咗3個最普通嘅嘢食。咁我哋就分別嗌咗3520 yen 嘅神戶牛牛扒盒赤肉、神戶牛極上紅肉80 gram 價值4730 yen， 同埋神戶牛赤肉80 gram 價值3190 yen。咁我嗰個牛扒盒係唔錯嘅，食得出有少少牛味，但又唔會好膩。上紅肉同普通赤肉嘅分別都幾大，紅肉係食得出牛味勁啲。赤肉就真係冇乜特別，嚟到嘅話可以唔使嗌。除咗肉之外，佢啲配菜都唔差，呢個價錢你一定可以食得飽。除此之外，店員嘅服務都真係幾好，嚟到係會有唔錯嘅體驗。由於食完都幾飽，所以就去行一行神戶港，睇睇夜晚係咩情況。喺好遠就已經見到標誌性嘅坐標神戶塔同埋隔籬嘅神戶海洋博物館。行多2步仲會見到假嘅復活島石像。行到近海邊嘅位置仲會見到 Bekobi 嘅打卡位，背後就係郵輪碼頭同埋海景夜色。喺佢後面就係神戶塔同埋神戶海洋博物館。喺呢個角度睇就會覺得呢2座建築物超靚。簡單講，神戶港夜晚唔止係靚，而係一個融合建築、燈光同海景嘅打卡天堂。瞓醒第2朝就落去食早餐。呢間酒店就同下面間印度嘢有合作，住喺度嘅就會有得食免費印度早餐。我哋係第一台客人落到去，間餐廳都唔細，好多位坐。早餐係要食咖喱，分別係配印度薄餅或者配飯，仲會有茶或者咖啡同埋果汁飲。我哋3個都嗌咗印度薄餅，塊薄餅就真係好大，大過我成隻手掌。但我就覺得冇英國嘅印度嘢咁好食，啲味唔係好濃，香料唔算好夠。網上面啲人成日吹走日本嘅印度嘢好好食，搞到有少少失望。如果唔係酒店包埋，我應該唔會食。點解要7點未夠就起身落去食早餐呢？係因為想趕喺8點鐘之前到達有馬溫泉，佢哋個金枝湯係8點鐘開門。有馬溫泉分別係屬於日本3大古湯同埋日本3大名泉之一。簡單啲講就係好出名，佢已經有超過1000年嘅歷史，早喺古代已被記載。相傳由行基開發之後，受到豐臣秀吉喜愛，多次到訪。由神戶揸車上有馬溫泉係要25分鐘，同埋有馬溫泉嘅泊車位係好少，所以早啲上去就可以確保有位。去到呢個位，我哋就發現中伏，發覺金枝湯竟然係休館中。我明明出發之前睇到仲係有開，之後就發現佢哋有工程維修，所以我哋就迫於無奈去浸8點半先開門嘅銀枝湯。雖然金枝湯冇開，但我哋都去咗佢門口到此一遊。佢係維修到連手湯同埋粥湯都冇開嘅，真係有少少失望。由於要等到8點半，所以就去睇下啲泉源先。首先就去到御所泉源，佢係有馬溫泉代表性金泉源頭之一。之後向銀枝湯方向行，途經會見到溫泉神社，佢係有馬溫泉嘅守護神社，供奉溫泉之神，象徵泉水嘅起源同保護。而喺佢隔籬仲有一個極樂寺，佢係一個歷史悠久嘅寺院，環境寧靜，充滿禪意同古老氣氛。再向上行少少就會經過極樂泉源，呢個同樣係金泉，聽講係豐臣秀吉建造溫泉宮殿輸送過金泉嘅泉源，被稱為祈禱溫泉。終於行到銀枝湯，但仲未開門，已經有3個人排隊。我哋就決定睇埋上面嗰個碳酸泉源先。碳酸泉源係有馬少見嘅氣泡溫泉，泉水含天然二氧化碳，水溫較低，入口帶微酸氣泡感，亦被用嚟製作碳酸煎餅，非常有特色。之後就返去浸溫泉啦。銀枝湯大人係要700yen入場，
入邊冇得拍片，所以我用網上圖片講解。一入到去就係換衫同埋梳洗嘅地方，唔算好大。之後就可以入去浸溫泉，個泉水一眼就望晒。個人感覺係非常之熱，一開始係好難成個人浸晒落去。你問我浸完有咩感覺都答唔出，可以話係到此一遊嘅感覺。反而佢個桑拿就幾舒服，我喺桑拿嘅時間仲耐過喺溫泉嘅時間。浸完溫泉飲杯雪印牛奶真係好正，200英就有一樽。離開銀之湯之後就行下條溫泉街，太早就冇乜鋪頭開門。去到間名店竹中肉店，係好出名食可樂餅嘅。我哋就嗌咗兩款，分別係180英嘅普通牛可樂餅同埋290英嘅神戶牛可樂餅。食落都有幾明顯嘅分別，普通牛嗰個呢係冇乜特別，連牛都唔太見到。神戶牛嗰個係貴得有原因，因為佢係有原粒牛喺入邊。如果只可以揀一個，就直接食神戶牛嗰個啦，絕對唔會後悔。食完之後啲鋪頭就開始開，例如有昆布店、甜品鋪、山椒店。呢間山椒店入邊賣嘅嘢都幾特別，幾多選擇，有火鍋湯底、辣椒油同豉油等等。之後都開始人多，所以就決定離開啦。臨走之前仲見到間好出名嘅食神戶牛鋪頭，如果想食嘅就記得早啲嚟排隊啦。離開有馬溫泉之後，就落返去神戶去參觀最後一個景點，佢就係北野天滿神社。由有馬溫泉揸返落去係需要25分鐘嘅車程。北野天滿神社係位於神戶北野異人館街嘅最頂。如果淨係想參觀天滿神社嘅話，我非常建議揸車上去，因為條路好斜同埋都好長。神社下邊有個停車場，平日200英就30分鐘，假日就400英30分鐘。個好處就真係好近，行1分鐘就已經到達門口。北野天滿神社主要供奉學問之神間元道真，所以吸引唔少學生同考生前來祈求學業進步同考試順利。頭先都講過佢係位於神戶北野異人館區高處，所以可以俯瞰成個神戶市景。沿住石級慢慢行上去，氣氛會由城市嘅熱鬧轉變成寧靜嘅神社空間。所以呢度唔止係參拜地方，更係一個可以同時感受歷史同觀景嘅靜靜角落。趁個車場仲有少少時間，就去埋豐見雞之館同文王之館門口打個卡。注意返要入場嘅話係要逐間館收費㗎。最後返嚟北野町中公園呢個位，呢度環境細緻又寧靜。公園唔大，但雕塑同周圍嘅歐式建築背景好有異國風情。行攰咗可以喺度休息一下，同時打卡影相都好靚。行完呢度就正式離開神戶，跟住向下一個目的地出發。下一集同時亦係最後一集嘅自駕之旅，所以想知我哋去邊就密切留意下一集啦。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